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看另外一个使徒，叫做德马。德马伊被人称作怀疑者德马，所以伊是一个头先是怀疑的人，后来变成做相信的人。咱今日要透过咱所读的经文来看伊生命的变化，也来反省咱本身。明天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这个时刻要静静来听你的话，求主你找根圣心来充满阮，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利益。阮恳求主帮助阮，引带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来理解的是，怀疑其实是咱生活中间的一部分。咱细汉的时阵，可能比人较信任，常常人讲的话，咱拢会相信。但是渐渐长大起来，咱会发现，当有人对咱讲的话毋是事实的时阵，咱心中会产生怀疑。迄个怀疑的种子就种伫咱的心田中间。但是，一旦咱若经过更较侪经验了后，咱发觉别人对咱讲的无一定是完全事实的时阵，咱就会产生真大的怀疑。搁当别人对咱讲其他的代志的时阵，有时咱真假困难分辨的时阵，咱就会哪来哪怀疑。举一个例来讲，咱细汉时阵拢真单纯，过年的时阵拢会当领到一寡红包，然后亲戚朋友来拜访的时阵会包红包互咱，领到红包的时阵拢真欢喜。但是等这个亲戚朋友离开了后，爸爸妈妈拢会来讲，这红包我先来收起来，听候以后较互你。等一冬了。第二当过年的时阵，相款的情形佫发生，咱不免会产生怀疑，到底爸爸妈妈咧讲的是真诶还是假？所以咱生命中间就累积这的经验，互咱有时阵对别人所讲的话会产生怀疑。但是事实上互人感觉真艰苦，就是讲，假使咱要伫即个世界生存怀疑是必须要的，因为如果咱若真简单的去相信别人对咱所讲的每一件代志，可能咱马上就出问题。因为最近咱拢知影，台湾有真侪即个假消息、假新闻咧传播，透过真侪无共款的媒体咧传播。有时咱接到这个，咱若无经过查考，无经过验证，就相信，哇，这是真危险的。今年中秋节拄要准备食饭的时阵，我接到一通电话，迄个电话号码是毋是我过去捌接过的伊对方甲我讲，伊是某咪牧师，退休的一个牧师，对一间教会退休的牧师。伊甲我讲，蔡牧师，我要邀请你来参与一件真紧急的代志。我讲什么代志？伊讲这项代志做了会当帮助咱台湾真侪只的送养人。我讲我安怎参与？伊讲你即马去领3万块。我即马伫即个南京东路甲倒一个路的交接的所在等你。你来摕互我。咱会当帮助真侪台湾的送养人。我听到这牧师我是拢完全毋捌啦，我到底要相信伊的话，也无要相信伊的话。拄咧丢度的时阵我就讲我若互你3万块，你要安怎去使用？伊讲咱若这3万块寄去香港无偌久了，就一大笔钱会寄来咱台湾，咱帮助咱台湾的送养人。我就讲安尼，无我思考一下我电话来挂咧
叫过差不多5分钟吼，个另外一通电话拍来，一个姓陈的兄弟甲我讲叫我一定绝对爱相信这个牧师所讲的话。后来吼，我就想讲，这到底要安怎办啊？吼，改成若讲有人真正足需要，即摆无起来帮忙吼，失去这个机会我嘛毋对。要起来帮忙，伊咧讲这个代志，我真困难相信。到尾吼，我就用迄个牧师互我伊的名吼，我就去网络去搜寻迄个 FB 吼，结果吼有拢是伊的相片啦吼。伊有5个账号吼，其中有一个账号吼有足侪牧师的朋友啦吼，其中佫有几个我捌的吼，我就马上拍电话去甲其中一个牧师联络吼，讲这个人到底讲的话是事实还是毋是事实？叫这个牧师我讲吼，叫我莫相信伊吼，所以即件代志就到遮煞，结果伊到尾传出侪迄个圣经的话头仔骂啦吼。所以吼，有时阵吼，咱到底对别人所讲的话是要完全相信，是要有产生怀疑吼？活踮伫即个世间实是真痛苦。特别前一站，咱知影台湾发生迄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有时阵你要出去外口买一个物件，你要有真大的信心咧。你要想讲，我买这个物件，我家己食，互我厝内底人食，食了到底对咱的身躯有败害无？咱有时真困难去相信，所以吼，咱的理解就讲，要伫这个世间生活吼，咱改成需要怀疑，但是咱的理解，怀疑嘛是非常危险，因为怀疑会当帮助咱无抵到相信白贼，但是怀疑嘛有可能互咱无相信真理，无相信事实。小可的代志是应该是袂要紧，但是上界大的问题是，如果这件代志是关系咱的生命，上界重要，咱若产生怀疑，可能会生出咱灵性的混乱甲痛苦。如果一个人若对上帝产生怀疑，所带来是真大的不幸。所以咱要真实去面对这个问题。对古早到今仔日，上界出名的怀疑者就是多马，因为伊有一个外号叫做怀疑者多马。咱今日特别对伊的生命故事来学习，看伊安怎对迄个怀疑的中间变成做相信。今日经文是发生伫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4个月了后，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的时阵，门徒拢真惊吓，所以因咧自责的时阵吼，拢爱将迄个门关安安。所以咱看记着，咱看这段经文吼，诶，头前，伊讲有一天主日吼，礼拜日的暗时，门徒自责做伙，门关安安，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但是这时阵吼，搁我的主耶稣基督对因显现，然后徛伫因中间，对因讲万恁平安。讲了这个话了吼，就将伊手互因看，看因手所定的这个钉痕，将伊的血液这血枪插着的这个空喙互因看。门徒看讲确实是主耶稣基督应对死人中搁活，所以门徒拢非常欢喜。然后主耶稣对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差遣我，我会要差遣你。然后讲这句话了，就对因喷一口气，互因领受圣神。这一遍吼是门徒的一个真特别的经验，因为因亲目睭去看到主耶稣真正对死人中搁活。但是有一个人吼，迄天无乖无来聚会，就是多马。多马无甲因做伙，所以吼，其他的门徒但因看去耶稣基督搁活的代志，甲多马讲，多马就对因讲吼，除非我亲目睭看见伊手顶面的钉的分裂，用我的镜头去摸迄个伤口吼，用我的手去摸伊血的即个空喙，无我绝对无信啊！这多马讲伊绝对无信。结果
一礼拜了，好啊，本是写讲8天了，就一段时间了，门徒搁聚集伫即个间厝内底，耶稣搁对因显现。即边耶稣就针对即个多马，伊就行去对多马讲：来，你镜头伸出来，来看我的手，伊就伸出伊的手，要互伊摸。然后你来，你伸你的手来摸我협的即个空喙。然后耶稣对伊讲：毋通犹豫，只要信。即个时阵多马马上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耶稣最后来讲一句话，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无看见我来信的是我尔有福气。这就是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互咱真重要的信息。咱要透过多马这个人来学习真侪代志。咱首先先来看多马这个人。如果福音书只有前3本咱知影12使徒中间有一个多马，但是咱拢毋知影伊个故事。感谢上帝，约翰福音书的作者将多马真侪甲耶稣的对话拢留落来。咱要用2礼拜来看。咱今日先来看这段，因为这段其实会当互咱得到真好的信息。多马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双生啊。多马佫叫做低头马，两个是无共款的语言，但是意思拢是双生囝的意思。有人讲伊原本底叫做犹大，因为12使徒中间已经有2个犹大，就是雅各的囝犹大，佫有一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所以大家为着分别起见，无叫一个犹大3个人拢发药安尼就为了分别因，所以就安那。就叫伊个小名叫做多马多马就是双生囝佫有另外一种讲法是讲伊个外形生得做像耶稣啦所以人拢讲伊甲耶稣是双生囝这是另外一种讲法但是咱会当知就是伊可能是双生仔的中间一个咱今仔日咱可能看到多马，咱拢会笑讲多马足够怀疑的无信心，笑伊无信心。但是事实上咱拢甲伊差不多啦，因为咱拢甲伊相款，拢会犹豫嘛。其实其他的门徒，伫也未看见耶稣对因显现进前，伊嘛是对耶稣国外的代志，袂当完全相信嘛。因可能听着真侪见证人讲，但是伊嘛袂当完全相信。所以怀疑其实是真自然的。咱今日听到讲有一个人对4人中国外。咱总是嘛讲若无证明，我嘛无啥相信，所以咱理解着讲怀疑是咱的天性，但是咱伫遮看见多马有一个好处，伊就是伊是一个诚实的怀疑者，就是伊对伊伫伊所毋捌的，伊绝对无假做伊捌；对伫伊心内所无相信的话，伊绝对袂讲伊相信。伊有一种无妥协的诚实的精神。伫伊咧怀疑的时阵伊袂假做讲我拢知我无怀疑。这是多马伊性情中间咱会当去学习的。请咱大家来想看觅，其实咱中间大多数的人，拢可能无法度甲伊比啦。因为咱有真侪人，明明无清楚嘛毋敢问，惊咱捌。其实我当去教会的时阵我嘛是拄着真侪我毋捌的，我拢毋敢问因为惊去互笑。比如讲我咧参加教会礼拜我都有出侪疑问的呢。为什么唱圣诗的时阵爱徛起来？听讲道的时阵佫爱坐落来？听讲道的时阵领牧师徛咧，阮拢坐咧。佫有，譬如讲礼拜过程中间有启应。我去教会足久，我一直到我尾仔去读神学院，我才知影启应是要创啥物会。为什么启应？反正有人启，有师会启，咱就应。我毋知啥物意思。佫有人讲，比如讲我当去教会的时阵，有一个教会的术语我真拢听无。比如讲，咱三甲鸭头来祈祷三甲我都听无咱普通拢讲咱做伙来祈祷嘛
啊，祈祷，甲上拢一定要按头，吼，甲上无按头袂晓祈祷。后来我信主一段时间了，我才知影讲啊，原来吼毋免按头，会当祈祷，吼。啊，所以吼，这代志吼，心中有疑问，啊，拢毋敢问，啊，习惯了，就掠做一定安尼。但是多马无共款呢，多马有疑问，伊一定问，伊的态度完全无共款，伊对啥物代志拢会当肯定知影，啊，这种态度是真正确的，吼。因为一个人若坚持将信仰的疑问先问好清楚，会当讲比遐完全无思考过信仰问题的人，搁较有机会经历更新。因为当伊将信仰的疑问用清楚了，伊就更加肯定伊所信仰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信耶稣、信主必须要具备的态度。咱毋是言语对白，毋是糊里糊涂的信仰。咱信仰是真理，真理是毋惊去用怀疑的。牧师所讲的，如果你若无清楚、无理解，也是讲你感觉无合理，拢会当有疑问啊，拢会当去问嘛。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牧师嘛是普通人，我只是比大家较受过较济点点啊，即个神学训练尔。所以我有时嘛有欠缺，有时讲的嘛无一定完全正确。啊，过来，第二个就是，如果若牧师所讲的是真理，真理是毋是用怀疑来当否定的？人有一句话讲：“真金毋惊火炼”嘛。啊，所以咱着对教会、对信仰的问题，咱要有迄个怀疑的心。但是吼，怀疑是第一步啦。你若到怀疑尔吼，安尼尔做一半。第二项就是安那，咱来谦卑去敲吹。咱来理解，就讲怀疑袂当解决问题啊。你袂当永远拢囥伫你的心肝拢咧怀疑啊！你要去谦卑去敲吹。耶稣基督应允讲：你若祈求，就互恁；敲吹，就互恁吹着；拍门的，就来恁开门。所以对你信仰的问题，咱也会当用这种谦卑的态度去敲吹。哦，你若有问题问牧师，哦，咱教会有真济牧师，大家会当设法来你解决。我相信，咱若用谦卑的态度，咱一定当找到真理的答案。这是咱爱具备的两项。对万项事，咱若有疑问，一定爱问。然后透过咱谦卑的追求，相信上帝予咱答案。啊，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咱爱明白一点，就是讲，今仔日多马之所以会当对怀疑到轻信，其实有一个足大的关键。就是主耶稣基督丰盛的疼。咱看见着主耶稣基督已经第一遍对门徒显现了嘛，只是迄遍多马无来聚会嘛。啊，为什么主耶稣搁要第二遍搁对因显现？其实咱会当安尼想象，就是为着多马来嘛。主耶稣丰盛的疼是多马更新的一个关键。咱看见着。第一礼拜，主耶稣已经对其他的门徒显现。咱会当想象这一礼拜中间吼，其他的门徒一定充满了喜乐嘛，因为已经亲目睭看见主耶稣对世人中国活，所以因一定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喜乐。但是有一个人，犹原伫艰苦中间，犹原伫忧愁中间，这样就是多马嘛，因为伊心中有真侪挣扎嘛。一方面，伊无亲目睭看到，伊都无相信；啊，另外一方面，伊无相信，但是其他四周围的人拢来讲，这件代志是事实，所以心中一定充满了挣扎，无法度享受迄个真实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基督因为听伊，特别对伊显现。咱看见着圣经的记载，耶稣对因显现了，对因讲愿恁平安。就是讲，因中间有一个人无平安呐，就是多马。然后讲即句了，就对多马行过。伊讲：你伸你的手来摸我的手，来摸我血的空喙。佮来讲，你毋通犹豫，
总是爱信。牧师问恁一个问题：如果你若是德玛，你敢不敢去摸？咱看见着吼，我伫个封面遐有放一个图，也是讲恁若去网络顶面吼，拍怀疑者德玛吼，拢会出现一幅图。这幅图是过去一个画家画吼。咱若看迄幅图真特别，讲德玛伸手吼，要去摸迄个耶稣的迄个血的空喙。但是你注意哦，迄幅图是画讲耶稣用伊的手吼，看迄个德玛的手，要来摸伊的空喙。所以我会当想象着讲，其实我若德玛，我嘛毋敢去来摸啊，因为耶稣已经显现了，我已经亲目睭看到啊嘛，无需要搁去摸啊，已经完全伊所有的妖异拢消除啊。伊伫这过程中间，伊看见荣耀搁我的主，嘛看见小信的家己啊。但是伊绝对体验着一点，主耶稣是遐尼疼伊。主要所遐尼丰盛的疼，来解答伊心中的妖异，一只互咱两个真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咱来理解，这世间无任何代志会当将咱甲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互咱的疼隔绝，包含妖异，拢袂当将咱甲主耶稣基督的疼隔绝。主对咱的疼。咱对主的疼会当超越心中的妖异。我头前讲迄个例吼，我只有讲一半。我讲细汉咧摕红包对无？爸爸妈妈咱收起，咱会感觉讲啊，爸爸妈妈咱讲以后要互我。但是咱渐渐长大的过程中间，加上爸爸妈妈拢无将迄红包还咱，但是咱会当理解，因为老爸老母疼咱，所以因所摕到的。拢已经藏伫咱的心上，咱心中的妖异得当散开，咱会当继续信任这个疼咱的老爸老母，因为咱相信，因甚至比咱摕到红包更较济物件要互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的生命中间可能会发生真侪咱无法度预料的意外，有时阵咱真无明白。为什么这个代志会发生伫咱的身躯顶？但是如果咱会当持守一种信心，就是咱知影上帝疼咱，因为上帝疼咱，所以伊互咱生命中间所发生的任何代志，包含好事歹事，拢会当对咱的生命产生正面的影响，拢是对咱有利益的。所以人讲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就是安尼。万事都是指好事歹事。所以，如果你若对上帝有怀疑，讲上帝为什么我会拄到这款的代志，别人未拄到？你会当对这个代志中间去体验到，遐尼听咱的主为什么互咱拄到这个代志？我相信迄个妖异会渐渐散开。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嘛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哦，这毋是互恁提醒啦吼，是互今日无来的提醒吼。毋通放弃聚会，咱爱清楚吼。每一片聚会拢是非常重要。你看多玛，因为减来一片聚会，互伊忧愁一礼拜，互伊忧郁艰苦一礼拜。圣经大人讲吼，毋通亲像某一寡人放弃了聚会习惯，却爱彼此劝勉。既然知影主的日子要紧到，恁更加应该安尼。咱当然，咱除了来教会聚会以外，咱伫网络顶面嘛会当聚会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拢有经历过这，但总是绝对毋通放弃聚会的时间。咱会通克服真侪困难。的确爱聚会，因为多玛有通去聚会，所以主耶稣基督予伊搁一遍的机会，予伊会当伫众人的面前来表示悔改，来表示伊对主耶稣的亲信。所以这互咱这两项真重要的提醒。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
多马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一旦伊肯定伊所信的，伊就专心相信。所以伊对主耶稣讲：“我的主，我的上帝。”伊过去是怀疑者无毋对，但是一旦被伊肯定了，伊就确信主是伊的主，是伊的上帝。对当了，无任何人会当夺去伊的信心。根据教会传统，多马后来被差派去到印度来宣教。有一本书经叫做《多马行传》啊，《多马行传》啊，描述伊去印度所做的事工。伊伫遐做真好的事工，所以即摆印度有一间礼拜堂叫做圣多马礼拜堂，已经有超过1000多年的历史。听讲就是伊设立的。伊后来伫印度被人用枪来插死，伊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宣教。虽然看见着伊原本是一个怀疑者，但是伊一旦相信了，伊甚至会当为着伊所信的献出伊的性命。这就是伊更加坚定的信心。伊相信主耶稣是伊永远的主，是伊的上帝。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最后对多马安尼讲：“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遐无看见来信的，是我尔有福气。”这等于讲有3种人，第一种人是上界凄惨的，对一看见，但是伊完无要相信，这种人是真可怜。第二种人是亲像多马同款，加上目睭无看见，伊都无相信。多马捌怀疑过，但是好佳在无因为无信而失去信仰。伊重新回头，得到信心。最后一种人，就是也未看见，却是相信。主要所讲，这种人是上界有福气。这种人毋是讲啊，无求信仰，拢无要去追求了解。这种人毋是安尼。这种人是伊深信上帝，心中充满愿望，相信上帝是美好，是善良。这种人是上界有福气的人。其实这种人就是在讲咱拢可能拢无亲目睭看见耶稣基督钉痕的手，嘛无亲手去摸着伊的空喙，但是因为咱相信圣经上帝的话，咱心中就充满了愿望。咱无看见，就相信是上界有福气的人。愿上帝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透过使徒多马伊的生命故事，互阮提醒。阮对信仰的问题，本来有怀疑，诚实的怀疑，然后爱去追找，最后爱坚信。恳求主伫这过程中间引带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成做你尽忠的奴仆，为你献出阮的性命。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